歌罗西第4章，做主人的，着公平合理对待恁的奴隶。恁知，恁伫天顶嘛有一位主人，着继续逼切祈祷。祈祷的时，着警醒，着感谢，嘛着为着阮祈祷，求上帝互阮有传信息的机会，通宣扬基督的奥秘。我也是为着这个才得做家，着为着我祈祷。互我会当将应该讲的奥秘讲清楚，着善用机会，对待未信者着有智慧，讲话不时着温和，亲像用盐调味，知影着安怎应答逐个人，关系我一切的代志。亲爱的兄弟，喙齿鼓话甲恁讲，伫主的工作，伊甲我做伙做奴仆，忠实得服侍。我找伊去恁遐。是爱报恁知阮遮的情形，互恁的心通得到鼓励。俄利西姆会甲伊做伙去，伊是恁遐的人，是忠实佮亲爱的兄弟，因为将阮遮一切的代志报恁知。甲我做伙坐家的阿里达古要甲恁请安，巴拉巴的表小弟马可嘛要甲恁请安。关系马可，我已经有甲恁交代。伊去的时，就甲伊接待。迄个叫做犹士都的耶稣，嘛要甲恁请安。伫犹太人信徒中，只有这3个人为着上帝国得甲我同工，因有互我真大的安慰。对恁遐来基督耶稣的仆人以巴弗要甲恁请安。伊时常为着恁迫切祈祷，求上帝互恁徛在，做诚实的人。确信上帝拢总的旨意，我通证明，伊确实为着恁甲住伫老底嘉以及希拉波里的人辛苦做工。亲爱的医生路加甲底马要甲恁请安，请恁替我甲老底嘉的兄弟姊妹甲灵法，以及伫因兜得聚会的教会请安。这张批恁读了，着设法嘛互老底嘉的教会读。恁嘛着读老底嘉的教会转互恁的批，着甲阿基布讲，你所领受服侍主的职务一定着完成。我保罗亲笔甲恁请安，着会记得我得坐家，愿上帝的恩典甲恁同在。